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個既舒適又方便嘅安樂窩，呢個位於將軍澳核心地段天晉 3A 嘅單位將會係你夢想嘅開始。實用面積362平方尺，間隔方正，設有一房一浴室，空間感十足，適合單身人士或小情侶展開人生新一頁。呢個單位享有寧靜內園景啦，遠離煩囂，讓你喺都市中都能擁有一份寧靜。所屬後網係95區，鄰近多間優質學校，為未來家庭生活打好基礎。呢度地理位置優越啦，步行5分鐘就可到將軍澳港鐵站，交通四通八達，無論返工或者出街都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適合首置人士，無論係剛起步嘅年輕人啦，或者係啱建立家庭嘅小夫妻都能夠喺呢度揾到屬於自己溫暖嘅角落。機會難得，萬勿錯過啦！拜。謝謝關注。